欢迎大家收听《来爱台湾》系列。2025年11月30日的暗时啊，我画完我的创作论文内底最后一个系列整个创作就完成了。我知影我虽是充满爱，毋过毋知影我竟然会当伫24点钟内底将因画好。来爱台湾，这首歌的主意上是爱甲台湾，就是有爱较在地。每一个关系拢有爱心多样意象，伊赋予上思维部分，尽量甲画了简单、较趣味、较有日头仔光一撮啦，音字。譬如讲家人，迄个家人的旧名叫家人，有台语，家人，加一个人，家人出来的迄发音，小朋友的人头意象，有多子多孙多福气的音字。人本台湾上水上美丽的风景是人，所以22县市当中有真侪人的意象。视觉曲将22县市写成一家人做伙，有同在一只船顶，同舟一命的感觉。这首歌有安和翁的韵较济，比如讲台南、宜兰、台东、连江，加上采用声调式的唱法。歌真好吟唱，真容易听会出咧唱倒一个县市。亮点，就适拍的所在啦，真正台湾。情若飞，飞过寒冬，飞向南方，飞向温暖。乌面若飞，飞过河东，飞过日倒来，爱台湾。台东来爱拼，来爱台